在台南市长王伟棣以及多位贵宾的见证之下，蓝晒图文创园区3点空版本正式甲大家见面。也象征了我们为台湾的艺术家创造更多更棒的舞台。这次透过酒厂品牌关键出资，合作改造园区天台空间，由艺术家刘国昌设计出 T5 蓝晒图，延续头前的作品特色，创造出一系列泡泡现实的异次元楼梯。海岸路那个时候的2D， 这个蓝晒图，到园区的3D 蓝晒图，一直到将来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4D， 就是说让许多的工作者从过去。艺术工作从过去到现在，这次同时结合艺文展览空间的功能，打造出4倍艺术空间，让园区呈现全新的风貌。未来这个空间将引进更加多艺术展览甲讲座，提升蓝晒图文创园区的艺术底蕴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Art Space 能够培育更多的这个年轻新锐的艺术家。然后我想 Space 透过这个教育啦、艺术家合作啦、展览舞台等等，希望以这个企业的这个实质的回馈，那让更多人能够对艺术界的这个支持跟关怀。市长表示，这次公司跨界合作非常的成功，相信这将成为热门的艺文景点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